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的人拍克速度，真欢喜，搁和大家伫空中再相会。食饱未？食饱，你咧？食饱。我是想着咱台湾人伫烧借问，本地是讲食饱未，尾也时代伫行，渐渐也变做有伫讲你好、hello、嗨即款的。想着食饱未，诚久无相出来讲，挑工搁讲一下。哟，咱着爱请讲，即寡话较袂无去。有时拢会常常想着一寡事，囡仔时定咧讲，毋知是安怎，煞真久毋捌讲出嘴，想着诶时拢会感觉有够怀念诶。嘿啊，一直讲台语就有即个好处，有诶话伫记忆内底藏诚深，无张持会家己走出来。反说迄是咱即摆拢会做福建，母语诶福建安尼。好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节目继续进行哦，请走音乐。请了。四个人上船了后，水泉伯啊，甲人数笑煞，大声喊：“头蛇！”码头边的工人随甲别船的大蛇透开，两个水手骹手马掠，甲大蛇扭上船。款整齐了后，随喊一声：“好！”水泉伯啊，听到声，搁喊：“起定！”另外两个水手共款出力吹，款好搁喊：“好！”这时船螺声嘛对咧响起，水泉伯啊，搁喊：“过船！”几若个水手就开始出力过，船就安尼豆豆啊离开码头。等到已经过出港口，水泉伯啊，搁喊：“起篷！”负责的水手随动作，守一个的时间，篷已经放好势，共款喊一声：“好！”今仔日风透，篷随接着风，船速愈吹愈紧。水泉伯啊，搁喊：“大功，目标南岛，出发！”喊了，水泉伯啊，就开始唱歌。8月15迄一天，船要离开琉球港。歌声沧桑，实在介好听。散猴解说讲，这是南洋的流行歌。行船的人讲，便若要出篷，就爱唱歌互海神听。海神若心花开，就会保庇行船平安、顺风顺篷。这个代志，头起先凡说是伫讲笑，久来愈来愈侪人要出海，嘛拢对咧唱，煞变惯势。反正歌好听，加唱嘛无败害。阿峰甲阿龙真有趣味，嘛去请教水泉伯啊安怎唱。阿明咧，出海无偌久，就晕船晕甲要死冻害，倒伫门床爬袂起来。船要驶到南岛，爱3日的久。阿明一直晕船，倒规工的。阿龙甲阿峰是毋捌出过海，逐项都好闲，四界找人问东问西，嘛常常去找散猴开讲。尤其是阿峰甲散猴因两个共乡，不时嘛做伙伫话故乡甲野球的代志。散猴有早捌搭来，闲无代志，就咧练讲球的姿势，讲是船会显，对练腰甲骹腿真有帮助。伫第4天早起，水手化工看到海鸟在飞，南岛要到啊！果然，船搁行半步，就看到南岛。进前伫船顶的时，阿龙因已经参详好，阿龙、阿明、阿峰、散猴4个人做头前落船，
先去探听，水手甲船长证人留伫船顶顾船，万不至拍死，要走阁有退路。阿龙因4个人落船，顺路行无偌久，就行到一个庄舍。远远庄园的人就看到阿龙因，毋过拢随走转去厝里面，门串甲暗暗。4个人心内奇怪，不过想要问互清楚，嘛找无人。即阵阿峰讲：咱阁继续行看觅咧，凡说就有人通问互真足。暂时嘛无较好的法度，4个人就继续戆戆啊行，搁行一地啊，行到一块空地啊，看起来是即庄伫集会的所在，拄好有4个囡仔伫遐伫耍。山猴看到有人，赶紧走去要问话。4个囡仔看到山猴行活过，拢开始吼，要走去咪。拄好一个囡仔跋倒，走袂赴。山猴行去迄个囡仔边啊，讲：囡仔兄，你有要紧无？阿叔毋是歹人。囡仔看到山猴的面，倒目遐一鳍长长到喙角，头毛球球哪不走，笑起来比无笑搁较恐怖，惊甲都强要破胆，愈吼愈大声。这时，3个米起来的囡仔搁走出来，徛伫离山猴远远的所在画休。莫欺负阮朋友啦！甲我朋友放走啦！伊拢无洗身躯，作臭，无好食，你莫甲食。山猴话讲：我食饭，无食人，我毋是歹人啦。囡仔听到朋友讲家己足臭，搁哭甲愈惨。即4个囡仔拢无要听山猴解说，骂继续骂，吼的继续吼。即时阿明闹讲：嗨呀嗨呀，恁看山猴的表情，伊敢是强要哭出来啊？目屎干目镜安尼？无，真足甲看，伊目屎已经流落来安尼。咱敢要紧去甲救？阿龙嘛细细声讲：迄囡仔有够高骂，只人即句骂袂停，看起来山猴已经受到真大的心理创伤，即马已经跪咧双手吐涂骹，头高高低吼啊3个人当伫围栏的时，雄雄听到嘣嘣嘣的声，跋倒的囡仔听到，毋知倒位来的勇气，爬起来走去因3个囡仔伴遐。阿龙因3个人嘛随挖过山猴边啊。即时2台奥多麦嘣嘣嘣，甲阿龙因4个人挡做中心，直直射黄箍啊，涂粉互车轮夹甲四界飞，真用野。射介坐人了后，才停落来。过一时啊，用野落地，阿龙因才看会清即2个人生做啥款。一个甲乌头毛赖做乌鲁目骨，一个甲红头毛留甲长落色，放互闪夜夜。2个拢挂乌人目镜，穿乌色的帕底仔裤，甲乌色的皮夹仔无扭，形情甲巴肚拢hiện hiện。乌毛的夹仔后壁绣一只虎，红毛的绣一只豹。即时阿明细声讲：看因安尼凶介介，我看咱已经找到歹人啊！阿龙应讲：是凶是好，咱阁毋知影，先问看觅咧才拍算。阿龙拄想要开喙问话，乌毛的先出声：恁这外地啊，佮来咧糟蹋囡仔大细，高高甜，乱袂煞。山猴大声应讲：我啥拢无做呢。红毛的笑笑啊讲：
甲恁遮的孩仔拍互毋敢来才讲，免含因啰嗦啦。阿龙讲，阮是要来拍歹人，该救南岛的。翁某的怪声愈听愈爱笑安尼，笑笑应讲，对对对，阮就是歹人，话免加讲，要拍紧来。双手互相去掟另外一手的拳头母，掟甲咔咔叫，人沿路豆豆仔行过来。乌毛的看翁某的振动，人嘛落车，颔棍仔双平转转咧，咔咔两声，嘛对咧行过来。山狗看到乌毛的行来，满腹委屈无地讨，嘛袂瘾阁思考，目大举咧拖涂，嘛对乌毛的行去。不时目大若弄着石头，就哐一声，迄表情看起来已经怨愤甲失理智，敢若想要相拍头开。阿凤看对方已经无要参详啊，甲阿龙甲阿明讲，恁先退后，看办事啥款，后末的我来处理。风吹飞出来，嘛对翁某的行去。拄则讲到食饱未，煞去想着讲，毋知逐个三顿拢安怎食，去买还是家己煮？若我哦，大概是一半一半，看心情，看时间安尼。安怎讲？有时是无闲甲无时间通煮，赶要食饭，当然嘛是要买个较直。有时虽讲是时间的辅助，人若无闲甲闲斗斗，嘛是用买的。煮饭实在是介忝，啊你咧？阮是三顿拢家己处理，早顿有时是买便的包仔也是馒头，揣一个就有通食。中昼暗顿就家己煮啊，一个人煮，一个人洗碗安尼，真罕伫咧食外口。逐工煮是真无简单呢，主要毋是袂晓煮，是爱一直换菜咯。总是袂当逐工拢食共款的，会野身。嘿啊，我嘛感觉厝里负责煮菜介辛苦。我定咧想，若要煮饭啊，菜单会自动为天顶落落来，毋知有偌好。想罔想，莫做迷茫，代志就是无遐好康啦。食是逐顿爱食，煮是真牙车。真感谢逐日替咱煮食的人。今仔日的节目时间嘛差不多要到啊，真感谢大家来到捧场。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哦，拜拜拜拜，感冒加扫袂过来。啊，你搁咧学广告词？算啊，毋含你计较啦。大家再会哦。